日的立法院是继续来审查着国会改革的法案，公民团体不满着纳白联手，硬要来杀这个法案过关。伫个早起的9点半，搁来号召民众到立法院来抗议。到即摆，看到这个画面，现场有几万人咯。针对这场民间团体所举办的全台串联的活动，召集人苏淑华呼吁着抗议的民众唔通冲动。伊讲，若是叫你爱冲入去立法院的人，拢是间谍。国民团体民众真上去拢来面机场内底纳白入会，包括56个合办团体、34个成员团体，含6个成员政党，要6000人拢坐点伫咧国会外片，诉求国会职权刑事法案爱退档定审。我们要站上街头，因为我们感受到台湾的民主正在受到威胁。蓝白合力通过欠缺实质讨论还有审查的法案，严重违背程序正义。没有讨论。不是民主。我表示，国会活动24号即天伫咧全台湾串联，号令民众伫咧台北、台中、彰化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含台东等7个县市抗议示威，就惊场面规变开。嘛伫咧现场的苏淑华嘛到现场，希望参加民众爱注意安全。我带着你去走密道啊，可以闯到立法院里面去啦。这些人都是间谍，这些人都是西作，他们都是来扰乱我们的活动的。爱大家保持理性，唔过对抗纳白声音不断。国民党立委大家拢真不安。罗斯堡行伫咧天桥时，佮挑工摕雨伞夹记者咧，就惊扣场外民众坏掉。若为着维持现场规矩，内政部长刘世芳透早嘛来视察立法院周边的警察部署，针对国民党团要求配保镖保护，做出正面回应。代理局长他现在在部署，他说现在也在看看外面。加强维安警察，若机场路口立会的人身安全嘛将做上大考验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